选举要到外国媒体路透社就指出，中国有咧挑工去压咱台湾人乐团5月天，要求爱表态支持一个中国，不过说服5月天甲拒绝。因中国国台办当然是好人到底，颠倒是批评这一切都是民进党政府咧乌白西瓜。指控指出，大选只剩15天，都是选前敏感时期。外国媒体路透社报道指出，中国当局是按5月天伫总统大选进前公开表态支持一个中国。按过5月天拒绝就范，5月天所属的唱片公司相信音乐也未回应。按过中国国台办反对代志报道是假消息，佮批评是民进党当局故意制造谣言。希望呢，大家呢继续为5月天加油呢，也要提醒我们的国人在这一段期间呢，我们要对中国的界限呢，要务必要提高这个警觉不要落入中国的这个陷阱，不要成为中国界限的帮凶。行政院长陈建仁回击，中国假消息攻击是经过国际认证，中国改选行为，咱的国安单位拢已经密切掌握，检调也一个侦查当中。学者是分析，中国选择5月天做目标，除了是要影响台湾选举的气氛，也是为了制造寒蝉效应。同样的道理，是不是可能发生在台商？发生在可能在企业，发生在可能跟中国有紧密各种千丝万缕关系的台湾的民众或群体当中，而形成了这种恫吓效应。根据中华亚太情形交流协会上新的民调，这摆台湾大选期间，2成5个人认为美国改选严重，4成3民就是感觉中国改选较严重，不过有3成1无意见。很多的介选的手段跟方法。中共都不断的在测试当中，所以这3成多才是中共所要拉拢对象，其实有可能就是关键的少数。这个其实我是比较担心的。学者提醒，对外国势力改选无警觉的民众，都是中国上卡的操弄定底的目标，一定爱设置。记者综合报道。